大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里读做大。倒换大第三条读做大，这个大是鼻音，大就有早的意思，像咱讲大便当，嘛有带的意思，像大路、大岭。另外，长了形的物件，咱嘛讲是大，像咱讲海大、球大、批大。这里文音读做大，大就有体的意思，像咱讲钱财是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另外，读做大代表有，像咱讲带破、带病、带衰、带屎、带性命、带桃花。另外，地区咱嘛读做大。像讲热带、温带、寒带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读做带念，这个意思就是体念、顾念、顾虑着什么。第二个词，读做大贵，这个意思就是有心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厝边头尾为着地界咧冤家，互相讲对方占着因的地，落尾带念新妇已经大贵，才无冤家冤家遮厉害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大，这是鼻音；另外文音读做大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